老闆，點解君怡坊一座低層 D 室而家有盤放啦？嗱，呢單位842尺係個套3房單位，單位向北望內園景，望到泳池，望到草地，非常之靚㗎。你望下，如果梳化放呢邊，坐低望過去，啱啱好係泳池同草地嘅 level，呢個景觀相當舒服。佢入門口有個玄關位，跟住係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廳面積有200尺，非常實用。客廳右手邊有間細房，60幾尺，望內園景。右手邊有2間房，包括主人房。主人房方方正正，面積有100尺，有一個入牆衣櫃位。而呢間房同樣向北望內園泳池景。中間呢間房面積有68尺，同樣望內園泳池景。廚房呢邊光鮮企理，3邊有櫥櫃，爐具電器相當齊全。單位咁正，你嚟睇樓冇理由唔揾我㗎。我九龍豪宅姚千章，我電話9025690266666。好啦，老闆，下次再見啦。